乡亲啊，这个军事专家嘛来提醒，要特别注意台湾东部海峡这个第4号的操演区，讲中国有迄个意图，要互飞弹飞过台湾，讲为江西2个所在所发射的飞弹，分别会飞过台北甲台中，啊，若为海南发射飞弹会飞过高雄，然后这个飞弹会抵离个台湾东部的海峡。啊，讲若真正有飞这个飞弹飞过台湾，那安尼大家手机啊，可能就会发出着飞弹的警报。讲阿强啊，就是要利用这个飞弹的警报来扰乱台湾人的民心。中国解放军宣布，今日中昼12点到8月7中昼12点，伫台湾附近6个海空协军演，会当讲是包围台湾。前海军官校军事学科部教官李礼士分析，台湾东部海峡的4号操演区要特别注意，解放军可能对江西路边发射飞弹飞过台北，江西广州的飞弹飞过台中，海南淡州的飞弹飞过高雄。从万安演习，只要有飞弹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都会响。他是想利用这种方式，松动我们的民心，然后进行所谓的认知战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张元定认为，飞弹若是飞过台湾天顶，会伫内太空的位，民众若是用目睭看，其实看袂到。我判断它会打短程的弹道飞弹，1000公里以下，那进入内太空了。那进入内太空也是穿在台湾的上空。那当然，内太空不是任何国家的领空。李礼士嘛无建议咱甲飞弹炸落来，因为除了有可能炸袂到以外，嘛有可能造成反效果。若发布飞弹空袭警报，打击到台湾民心的士气，嘛去顺着中共军的意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